中国昨昏在伫四川是发射卫星火箭，这支火箭飞的高度是伫大气层的外口，对咱台湾无影响。不过伊飞过路线会经过咱的防空识别区，国军有专程监控。专家是认为讲，中国射火箭的方向有可能嘛是咧模拟对台湾射飞弹的方向。看到在喷火，红色尾流冲起嚟。中国四川西昌卫星中心初5早起是发射长程运载火箭，配合减39号03组卫星升空。中国官方媒体央视讲，卫星是正准来送入去预定的轨道。咱的国防部指出讲，这个火箭飞的高度是伫大气层以外，对台湾是无危害。不过飞的路径有去切到咱的防空识别区。它的飞行路径经过了我们防空识别区的西南边缘。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的系统，周密地掌握了相关的弹道动态、轨迹等等资讯，适切警戒跟应处。国防部强调严密监控，军事专家讲，袂当排除火箭发射的大道方向，是中国军队无意测试攻台飞弹的射向。另外，中国研发的遥感卫星，主要有学生空警雷达成像、光学成像，都是观测地面产生悬解色度的图像，含信号情报这类型。虽然中国官方讲，这卫星是用作科学试验、含国土资源普查等等，但是西方国家普遍认为讲，伊是军事侦查的卫星。专家提醒讲，咱应该爱定相关的防范作为。发动军事行动的时候，来作为指挥管制或西瓜 SR 使用，我想这方面我们也要特别注意。我们自己本身可不可以透过卫星对卫星的方式去反制这些卫星的这个征兆重要的设施的伪装或者是掩护的相关的被动防护设施也要做好准备。英国媒体 BBC 是关心最近一年来中国机南绕台愈来愈接的状况。因英国学者帕特拉诺的分析，中国飞行机日侵咱的 ADIZ 就是铺设地带战术之一，想要用这来减弱咱的军事资源和警觉性。美国地壳学者嘛警告，中国若侵台，常态化的中国飞行机侵扰可能暗间真正的攻击。记者综合报道。